何婉儀嘅爺爺喺醫院探望孫女之後，佢話婉儀嘅病情已經穩定咗。佢即係個身體好好而家，即係佢又有多少鼻水，佢話再夜啲同佢抽血，抽咗血之後咧，或者可能過2日會出院。對於醫院解釋話，當日已經盡力搶救婉儀嘅3歲妹妹，爺爺就對醫院嘅解釋好唔滿意，佢又質疑當日醫生點解俾佢嘅細孫女出院，並且懷疑醫生有冇開錯藥，佢要求當日嘅醫生出嚟解釋事件。嗰個醫生又冇出嚟解釋，又冇咩事，你即係收埋佢咯，係咪先？你應該你個醫生出嚟啊！20幾歲個醫生，你話你唔出嚟啊？我而家追究你個醫生要出嚟同回答俾我。佢話會就事件追究到底，希望醫院可以俾佢哋一個清楚嘅交代。衛生防護中心發驗過何婉儀病逝嘅3歲妹妹嘅分泌物，證實有 H3 流感病毒，但仍然要進一步化驗確定死因，而結果將會交俾死因庭研究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美玲報道。